好，各位YouTube 收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也是咱打到台语开讲社的副社长。我是志成。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咱2021台语文学系列讲座。这系列的讲座呢，是由咱台湾博览会打到台语开讲社，也佫有咱高雄文学馆所联合主办的。办这个讲座呢，希望吼咱台湾人非常青分的这个台语文学讲座台语相关的议题会使去有机会互讨论嘛会使希望会使带大家来了解这系列的讲座呢，所以咱伫今年咱特别准备咱一档四季四大主题分别咱为咱年初1月到3月第一季，咱为台语囡仔文学开始讲起刷落来咧，进入到咱有100多档历史的台语白话字文学。落尾咧，咱嘛邀请到咱3位，咱坚持用咱母语创作的台语作家，咱来讲咱这个台文创作起稿的主题，一直进入到咱这一季吼，也是咱最后一季，咱台语文学系列的发展。这相关的资讯呢，咱伫咧咱打到，咱伫咧咱打到台语开讲社，伫咧Facebook 敲出咱打到台语开讲社，就拢会使找到咱讲座相关的资讯。咱开讲社咧，咱除了台语的讲座，咱逐个月也拢差不多10几场的台语的活动，嘛非常希望吼大家会使来做伙参加。亲像讲咱打到台语开讲会，这就是要希望讲会使互一寡台语能力较无好的少年家接的，咱有10分钟的时间会使来练习讲台语听台语也是讲咱嘛有咱伫咧 YouTube 顶悬咱上新的台语节目或者台语小酒问。也是像咱明仔载也有一场吼，咱台文的读册会也伫线顶举办的，也是咱有实体的台语来听台语囡仔故，这伫咧咱高雄的图书馆拢有咧教囡仔讲即个囡仔故的故事，所以咱是实体也是线顶的活动拢有咧进行吼。好，刷落来咱若要拄则讲到的咱台湾文学系列讲座的即个影片大家若有趣味。咱演过的影片伫咧即个台文博览会，咱伫咧 YouTube 拍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收看到遮影片，包括大家囡仔参加的即场吼，咱嘛是拢有录影刷落，若是讲感觉咱囡仔即个主题，大家感觉有趣味想要搁加看，嘛拢会使伫咱 YouTube 拍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找到好，安尼咱今仔日咱非常欢喜邀请到咱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的博士吼，咱曲伟芬先生吼，咱伟芬先生咱除了大家伫咧 Google 顶悬拢有好找到伊的台语的作品咱今仔要来讲的主题咧是即个台语小说的前世今生咱要甲大家提醒哦，就是咱伫咧收看 YouTube 直播的朋友，咱伫咧咱的正手边，拢有会使留话的功能吼，伫咧即个留话区拍字，会使用拍字的。所以等下伫咧讲座咧进行的时阵，欢迎大家若有任何的问题拢会使尽量用即个拍字的来提问。咱伫咧上尾嘛会留一寡时间。微信先生若有看到，要来直接回应，嘛是拢无问题。就会使欢迎大家会使加利用即个拍字，加利用即个拍字。好，安尼咱刷落来，微信兄。嘿，安尼咱刷落来的时间吼，我因为这2点到4点吼，我尽量拢甲我要讲的物件拢甲讲好了，讲完整。当然大家很多咱志成兄有讲吼，若大家有问题，当先伫边仔留话吼。好，我今仔要讲这台语小说的前世今生哦。我先学这题目呢，咱来看者吼。我今仔会分做2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咱先简单来看啥是小说吼。因为虽然
大家人拢普应该拢有读过小说，但是咱对即个小说有时无解清楚，尤其是小说甲散文，有人散文写较长，内底佫有一寡故事性，咱会甲当做嘛是小说来看，所以这部分我先讲，再来我得讲这个台语小说史的议论，就是讲这个台语文学史有足侪人咧讲，台语小说史当然嘛是有足侪人咧讲，但是我这用议论，就是讲其实咱这项物件，这个研究的题目到即马为止，还阁其实研究还阁无够，所以我这毋敢讲是一个真确定100%就是安尼。但是我用议论，就是讲我来讲看我的看法，恁当然会使有甲我无共款的看法，希望讲未来会使有愈来愈侪人来研究这物件。我这就讲到前世甲今生，我是甲分做两个时段，前世差不多就是咱用1969。做一个阶段，1969进前嘅前世，今生是1980年代以后，我甲号做今生，就是咱即卖台语小说。1969进前是台语小说的顶一世人，即卖会等的，恁会了解为虾米我做安尼的分类，咱即摆就先来看，什么叫做小说？其实要讲到什么是小说，这是一个真危险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无一个100%大家人拢同意的看法。所以我即摆要讲什么是小说？凡是我讲的真侪人也是。其他人无共看法，无同意我的看法咧，可能嘛是有，所以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总是我即摆讲，什么是小说？这就是我来甲小说是我本人来做一个定义咱讲的小说的时阵，其实就是牵涉到一个问题，这就是文学的类型。通常啦，这分类。可能真侪人拢会无共款的看法，所以我搁强调一遍，这个所在是我家己甲分类的，安尼分类可能会有散文、诗、戏剧故事等等，故事有足侪像讲民间故事、囡仔故、生活等等当然。像我阁有今仔讲的小说，这是咱甲分类嘛？分类一定就是拄着很多问题，就是讲无共款的人用无共款的方法去分类的时阵，迄个分类可能会小可无共。毋过不管你安怎去分类，伊大体拢是甲这文学的结构甲伊的内容有关系。所以你会使去做分类，这就有一个问题。小说伊是毋是长篇的散文？因为我有看到一个真侪人会接受的一个方法，就是讲小说伊是字数较长的散文，甚至有的人甲迄个字数讲甲足清楚。譬如讲，我就有看过有人讲以英文小说来讲，4000字以上的，才当算是小说；4000字以下，伊可能就是故事的散文。敢真正是安尼？我可能无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小说甲戏剧甲故事的关系，因为
咱咧看小说，咱一定会发现讲，小说内底有一个故事伫遐，所以这小说伊是毋是就是故事？是毋是就是安尼？当然戏剧咱较好分别，因为戏剧伊会当搬出来互看，通常是有小说变做剧本，较会当变做戏剧。所以小说甲戏剧，凡是大家普通拢会想讲因两较分，但是小说甲故事，介成毋是介好分别安尼，所以我会较会先，我就直接为小说来讲，讲到底，我认为的小说到底是虾米货？第一，就是讲小说伊拢是有头有尾，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讲，不管什么小说，不管什么小说，伊拢有一个内部的世界，这个内部世界，伊就有小说内部的时间。所以，比如讲譬如讲，我有一篇10万字的小说，但是这10万字可能要描写时间5分钟呢。就是讲5分钟内底发生什么代志，这个人伊心内受伤，伊做什么款的行为，甲别人的关系是什么货？这拢伫小说内底伊包起来，是小说内部的世界。小说内部的时间5分钟尔，但是我会当个写做10万字。但是这5分钟一定是为0、1、2、3、4、5，所以伊有一个起头，有一个煞尾。当然，迄个煞尾无一定有足侪款方式，那甲一部小说甲结束，所以无一定。起头嘛无一定，但是一定是有头有尾。但是迄个头甲尾无一定是咱所一般认为的头甲尾安尼。但是小说伊是一个家己会使去形成一个世界，有内部时间。所以就结果来讲，小说伊的结果是非常的严格，就是讲伊有一个足清楚的结果伫遐。就内容来讲，小说内底有几个基本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故事，这大家拢会同意。小说要有故事，无故事就会变做可能就会一篇散文。小说内底有故事，小说内底可能有人甲物就是讲小说内底有人物，刀是物无生命，人有生命。小说内底，比如讲我这个小说可能是种，我的思想甲别人无共款，我就要写一个人甲一张刀的关系，人甲物件，安尼，人甲物件，我发生的世界可能是伫一间房间内底，这个小说内底环境，信念是啥物话？就是讲，这小说内底，这主角，这人，甚至是这张刀伊到底是要甲咱讲啥物话？伊到底当表现啥物出来？人甲刀会有冲突无？有可能会有冲突刀可能是种符合。所以人讲一部小说，除了伊的结构是严格的，伊的内容通常袂离开这几项袂使无。有故事，有人甲物有环境设定，有一个信念，有可能有冲突，爱有符合。所以这几项的小说的基本要素，我用这张图互大家来看，就是咱即马咧讨论
小说的时阵，通常伊也有这几个基本的要素。谈到讲，故事环境相对符合信念人干物啊？这张图，恁看这张图，我甲画下骹倒手边甲顶悬正手边遮，伊可能会有死的气味，也是散文的气味。这就牵涉到写小说的迄个作者，伊安怎去写这个物件？伊写出来物件，可能会互读的人感觉伊有小可读的散文。也是讲，互读的人感觉讲，这是小说无毋对，但是我背书咧读诗，所以迄个散文的气味啊，诗的气味，也是其他的什么款的气味。这其实我就是要甲恁讲，小说啊，除了我头拄讲迄6个重要的元素以外啦，作者伊表现的手路，甲有伊安怎去表现，甚至讲一部小说内底会使有散文、有诗，拢会使。所以小说其实伊内部表现的迄个手路，会使足复杂的，所以这几项，这张有大家。我头拄讲，搁整理一摆互大家来看。就是讲，咱即摆咧讲的现代小说伊的几个要素的故事，这故事我讲较清楚的故事其实就是小连续行为甲事件，比如讲，我先举一个例民间故事《虎姑婆》是毋是小说？伊可能无一定是小说，但是伊会使变做小说。当伊要变做小说的时阵，你这个故事就是包括讲，你要甲迄个行为甲事件，伊是小连续，就是小说内底时间嘛。迄个囡仔拄着虎姑婆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行为？一开始是啥物款的行为？中是啥物款的行为？到煞尾的时阵，伊行为是啥物款？除了为囡仔即个角度来看行为，嘛是会使为虎姑婆即边来看的行为。除了这两边的行为，还有即个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囡仔甲虎姑婆互相发生什么代志？一开始、中啊煞尾，即个物件无一定按照时间顺序但是小说内底有小说的时间，但是你要写的时阵，无一定是按照头尾安尼伫写来，总是咱会使知影讲，遮个行为伊互相之间有关系，遮个事件伊互相之间有关系，形成一个小说内底完整的故事。即甲咱一般咧讲故事无啥共款啊！咱一般咧讲故事较袂去做安尼安排啦。咱一般咧讲故事，譬如讲咧讲虎姑婆的故事，可能是讲古早我捌听讲伫什物所在安怎有两个姊妹这老母要出门交代两个姊妹细字毋通互抢人礼拜安怎？我袂一般咧讲故事，较袂讲去安排遮个行为甲事件安怎互相有牵连，要安怎小连续。但是伫小说内底，故事都会特别去甲安排讲，伊互相之间要安怎小连续，要安怎互相有牵连。有我只有写了一个重点，就是冲突。通常小说内底故事，咱会使看到冲突。这个冲突咱就跳过来，正手边这个冲突这个所在来看。冲突
就是对比还是相帮的意思啦。我后尾会互大家看什么叫做相对遐会较清楚，咱直接看小说的时阵会较清楚。环境的行为发生的时间甲空间，这伫小说内底爱写互清楚，爱交代互清楚。环境的发生的迄个所在甲迄个故事嘛是有关系哦。人甲物当然包括伊的行为，甲有符合，甲有信念这物件，这物件规个组织起来，就是咱咧讲现代小说，伊内底应该爱画一寡物件。你若讲散文有的人散文内底会有故事，但是我一般会讲有故事的散文，无法度讲伊是小说，因为有故事的散文虽然有一个故事伫遐，但是通常迄个散文内底对环境的设定以及人甲物件的描述，拢较无遐尼清楚，袂像小说内底，尤其是小说内底，通常拢会甲迄个环境交代较清楚。但是伫散文内底，虽然有故事，但是散文上重要的毋是这物件，散文上重要颠倒是创作者伊的感情，面怎伫即个文章内底表现出来。所以有故事的散文，并毋是小说。但小说内底写作的手路，会使有散文即款的手路伫内底。这是因两个无共款的所在。来，恁搁看咧搁来谈到我互小说一个定义。即摆我要讲就是讲，我谈到讲的遐个小说的要素，是小说的共同的关键。共同的关键意思就是讲，不管你用什么款的语言文字来写这小说，你要用中文也好，英文也好，日文也好，你要写小说，你拢是爱有这小说的要素。安尼时阵，人就问一个问题：我即摆要讲的是台语小说，安尼台语小说嘛有这要素台语小说伊敢有啥无共款？敢有啥物特别的所在？为什么要甲台语小说提出来讲？因为咱来看即个例导演片走出来时间较慢。来，好，即摆恁这导演片顶管，恁会看到讲有一段小说的文字。这段文字是某物人一定某一人会得奖的作品。我就莫讲啥物人，嘛莫讲啥物奖。来，我简单头恁听，也是讲恁家己然后看到文字，家己嘛使试读看卖迄时毋知敢是7月15鬼怪作怪，天公单雷轰轰，电光闪闪闪，卡上嚎啕哀哀叫，世间一片黑暗凄惨。桌上根本都无法度出门找扣子，真得急伫厝内行来走去，看卡上练来练去，活要无命。对尾就喙齿筋一夹，举起镰刀，用烧水烫两下，先将卡上双腿脱开，用两条绳绑伫床尾，就亲像抬猪母。佮一手将体拔出来，一手将财大一刀斩断，卡上惨叫一声，
无鼻吸气，腹肚内的火惨惨流规床面。恁感觉我这敢会使算是台语小说？我当初读的拢是台语哦。吼，大家会使承受看嘛？伫我要放后一张投影片之前，这是台语小说，而且是这种的作品。但是我等下要大家看，就是讲，这有几个问题伫遐啦。咱要讨论台语小说的时阵，吼，好，即摆后一张投影片已经出来吼，所以恁会使看吼。我画一寡线甲色点过。譬如讲，伊第一句讲鬼怪作怪，这你若甲翻做中文吼，鬼怪作怪，你会感觉足顺诶？吼，还有后壁天公担雷轰轰，吼，天上响雷轰轰，电光闪闪闪，吼，电光闪闪闪，卡上核桃哀哀叫，哦，卡上嚎啕哀哀叫。这个较奇怪，因为核桃这个词，你基本上伫书店顶管你会找无，台语的书店啊，你找无这物件。哦，过来伊第四章，喙起紧一家，举起镰刀。镰刀吼，当然有人安尼讲，但是较一般的讲法，咱会讲，草鸡啊，咱较袂讲镰刀，吼。搁后一段先将脚掌双腿拓开，吼。当然，即摆有足侪人会甲这将摕来台语内底用，但是这其实会使甲将换做加，吼。搁有后一段一刀斩断，吼，一刀斩断，吼。无鼻吸气，才有共款的问题。鼻吸，你甲读中文，鼻息，感觉足顺诶。但是其实台语咱可能袂安尼讲，鼻孔无开，还是其他诶讲法。所以我只要甲大家讲诶，就是讲，虽然有人诶台语会像类似我即马大家看即款诶写法，我这毋是要讲安尼写法对还是毋对，我这要讲诶是讲，其实类似安尼写法，咱若真足甲想会发现讲，伊其实思维伊诶思考，可能毋是用台语思考，因为你会发现讲，所有我遮我甲画色诶所在，拢会使换做中文，共款顺顺顺，吼。我家己啦，我毋知其他人安怎啦。我家己咧判断一个台语诶文学作品，伊写出来物件，迄个台语诶开口到底是有也是无？足简单诶一个判断诶方法，就是讲，迄个物件你若是中文读起来嘛足顺诶，通常伊诶台语开口会较少，吼。因为咱知影台语含中文，伊较安怎，伊迄个开口会无共，吼。所以我遮就是要来讲，为什么咱要特别讨论台语小说？若是讲中文的小说已经足济啊呢，那台语的小说，甲中文的小说，因内容重要物件共款。表现出来物件嘛，共款的时阵，
咱为什么特别讲台语小说？其实，咱要讲台语小说，就是这两点。台语小说第一，伊的语言的表现简单，会当是台语。若小说内底有出现其他语言，写的物件拢是插花啊、装他的功能那定。吼，我毋是讲台语小说一定袂使有其他语言伫内底哦，但是台语小说内底其他的语言拢是插花啊。吼，所以过去有一寡人写中文的小说，迄个人物之间的对话是用台语的，迄敢会使算台语小说？吼，当然你要看伊的目的，伊的目的若是伊想要表达台语，但是伊其实是中文小说，因为台语伫内底变做是装他的功能，插花啊，安尼倒变过来。台语小说内底敢会使有中文出现？会使啊，但是咧中文就是插花啊，装他功能。啊，第二个更较重要就是台语小说内底的气味的感受，这就是即个英语，就是中文咧讲的美感，吼。台语小说的气味感受，伊简单会当是台语阅读所产生的，所以你伫阅读这台语小说的过程内底产生的愤怒、惊吓、欢喜，也是感觉水开，这就是台语气味的感受，吼。这个台语气味的感受，伊毋是透过中文的语境感受来成的，所以一篇台语小说袂使讲内底的文字，你是台语也好，中文也好，拢会使，拢会使。这个时阵你会感觉讲，我到底是读台语还是读中文？啊，因为这个台语的咱讲美感和中文无共款，这就是为什么咱需要特别讨论台语小说。因为我头拄讲啊，小说的元素台语有，中文嘛有啊。啊，小说的美感，那台语甲中文拢共款，啊，中文就好啊，看着台语小说。迄就是因为因的表现无共款，所以咱需要特别来思考台语小说这项，吼，嘿，啊，所以谈到迄用最简单的方法，甲小说的定义和台语小说讲了，咱即满就要入摆台语小说史内底，啊，这台语小说史其实伊是应该放伫规个台语文学史内底，啊，所以放伫这台语文学史内底吼，会当看了台语文学史，伊有别为之有海外文学运动，有国内1980年代文学运动，啊，搁会较民间文学一直进行，啊，搁有台湾歌册，这种是台语文学史伊的过程，安尼来。今日要讲的就是干那台语小说这项尔，吼。来，咱即马开始来讲台语小说的精髓。我头拄有讲啊，这个台语小说的精髓其实就是为1969迄个8月之从禁止之前的年代，算是台语小说的精髓。但是咱即马第一先转去到日本时代来看，日本时代有一个人，有一个日本人，伊伫1917年的时阵，有编一本册叫做《台湾的歌谣》，甲伊的明度文语，因为我日语无好，来，这本册内底有啥？伊有收集台湾的歌谣、台湾的故事、
哦，有台湾的小说。注意哦，这首当讲的是1917年，所以咱来看，咱唔通讲迄本册敢看的头前的目的，就讲哦，有台湾歌、台湾故事，佮有台湾小说，咱当然爱看伊内容啊。所以伊的台湾歌谣是啥物？伊的台湾歌谣内底有报歌甲童谣，等等。迄就是讲，一般啦，迄个时代流行伫台湾社会内底的报歌，啊，佮有童谣。啊，台湾的故事伊收集着啥货呢？其实收集的有足济，其中有一个，到即仔阁是足济人著名咧讲的，就是祝英台甲梁山伯，这甚至即仔公司台语台嘛咧演啊，对吧？啊，毋过伊这我后壁介绍讲伊祝英台梁山伯，伊是日本翻译，因为即本册内底伊着甲迄个台湾民间流传的故事，伊甲写做一记。啊，当然除了祝英台梁山伯以外，伊阁有白茶七来的故事，伊嘛有写伫因内底，所以伊讲的歌谣故事，这拢是1917年，就是迄骹头，日本时代伫台湾社会流行的一寡报歌，故事民间故事。啊，小说咧，你若看到小说遮的时阵，你会感觉讲，日本时代台湾人到底读啥物小说较济？咱甲看。收伫即本册内底，伊是红楼梦、西游记、雷峰塔，雷峰塔就是青蛇白蛇啦，伊甲写做一本。所以伫上无伫1917年，伊骹头就是即位日本人，即位先生伊收集的，就是讲台湾人较实行会读的小说。竟然是来自中国的《红楼梦》《西游记》《雷峰塔》这的小说，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位先生伊收集到伫民间较侪人咧读的物件，其实无台湾家己的小说，拢是中国那边来，所以咱会使讲，伫1917年迄骹头伫一般的台湾民间，较侪人读的是中国小说，啊，真正的民间咧流传的是讲报歌啦、歌册啦，啊，一寡童谣啦，啊，台湾的故事啦，就讲白茶七啦、梁山伯做祝英台即种啦，这是一般流传伫民间的故事啦。啊，若小说基本上是无啦。啊，阁有你要注意一点，就是《红楼梦》《西游记》《雷峰塔》这拢是汉字小说。啊，伫即位日本先生伊收集的遮的资料内底，伊其实无收集到白话字小说，所以有可能是伊读较无，所以伊无写伫内底，嘛有可能是因为。伊是有要收集的，就是种一般流行伫民间呢，因为咱知影迄阵白话字用较济，拢是伫教会内底，所以呢，这毋是伊收集的范围，所以我讲到这就要讲，其实伫日本时代上无伫1917年迄骹头，其实台湾无啥物。普遍流行伫民间的小说，来，即摆既然咱要讲这个台语小说的精髓，咱一定爱讲到白话字。若讲到白话字，咱一定会讲到1886年看伫台湾府城教会部典馆的一篇文章，叫做《日本的怪事》。好。
日本的怪事这篇文章有一寡学者主张伊是台湾第一篇小说，但是同款有一寡人讲伊毋是小说，所以到底是毋是？因为咱这咱是线顶，无我本来是要问恁讲，有读过日本的怪事的人举手好，恁伫心内举手就好我当做逐个拢无读过，我甲伊内容小可讲者，日本的怪事伊这篇作底，伊是讲，迄个时阵伫日本发生一件怪事，就是有一间一间旅社，有一天有一个人客，迄个旅社要大，爱困的时阵，这个店主要甲叫，结果迄个旅社房间门一开，伊看到这个人客咧困，被仔盖无好势，竟然有一只尾溜窜出来，这个店主就足惊，就先走，走了过20仔伊搁转来，就讲安尼袂使。因为这个人客吩咐伊讲，到某一个时间会甲叫醒，所以伊一定嘛应该甲叫，所以搁入去这个房间，房间门一开，这个人客已经精神坐伫遐咧下地，店主的表情怪怪，人客就问伊讲，你是毋是有看到啥？店主毋敢应话，这甲问讲，你是毋是有看到啥？你一定有看到啥？你是毋是有看到我尾啊？好，既然安尼，我就甲你讲，我是住伫山里的老狐狸，今仔日落来办代志，竟然互你发现啦！安尼好啊，你为明仔载开始，你去山里的迄间庙藏钱，我会搁互你点赔钱。但是今仔日发生的这件代志，你莫讲衰。这个人客伊话讲了就走嘛无付钱。这个店主伊就半信半疑猜，第二天伊就摕50箍去山林的庙，甲藏伫遐。隔顶天变做100箍，连续安尼试几两工摕50，过一天变100，就去消摊就摕100箍去。第二天100箍无去我毋相信，就搁摕100箍去，连续试2-3工，迄100箍无去，无变做200箍转来。所以呢，伊到遮伊较知影互骗。这篇就写到遮，伊就讲，因为你有这贪心才有这效果啦。因为咱了解一点，伫教会公报内底文章一定拢甲宗教有关系。所以这篇文章安尼写，伊到底咱敢会使甲算作是小说？基本上，我来用谈话讲迄小说的几个重要要素来甲分析。我感觉伊虽然足短，但是呢，因为伊包括人物，有店主甲人客，有故事，就是为起头的惊到落尾的贪，连续行为甲伊的转变，有这个故事，有环境，就是有旅社，有山林的股票，有冲突，就迄个店主一开始足惊，搁会变做小贪。搁有一个重要符合的迄个狐狸尾，其实伊是要甲咱讲的是迄个人客伊足阴沉的，嘛是迄个店主的贪心的一个表示，嘛有信念，
就是伊其实要甲人讲的是人性的假释，所以我会感觉讲，我咧分析起来，我会感觉日本的怪事这篇足底文章，1886年，伊就是台湾第一篇的小说，出现伫台湾历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这篇日本的怪事。所以日本的怪事，伊是台语小说，伊是第一篇台语小说，所以总算台湾历史较长，即马总算有小说出世，经过咱伫网络顶关迄个白话字文献馆的资料来看，白话字的台语小说，看伫教会公务顶馆的有超过100篇。这100篇、100外篇内底，遐小说有2项，一项是原创小说，就是讲迄个小说完全是作者伊家己写出，另外一项其实这算是数量不止济，叫做翻译小说。伊是翻译出来，譬如讲，迄阵有一个基督教的文姑娘，伊就翻译不止济小说，这翻译小说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因为透过翻译，咱会知影譬如讲文姑娘伊翻译的大部分拢是英国的迄边的小说，英国的小说。透过翻译，甲透过这个教导，伊读白话字，伊会知影讲原来台语嘛会使安尼使用，所以透过阅读翻译，会使互咱原本的语言语文的使用更较澎湃。咱本来毋知影，但是透过翻译的时阵，咱即摆知影原来会使安尼用。所以这个翻译小说其实是真重要一个物件，再来一点就是大家注意，就是白话字的文献真重要，无毋对。但是咱要知影一件代志，看作讲伊是基督教的机关报，所以伫教会公报顶悬写的白话字，包括头拄仔讲迄个日本的怪事，一直到伊后来遐几若百篇的小说，伊全部拢是甲基督教有关系，无迄种无关系。所以其实咱会使甲分类、甲归类伫这个宗教文学内底啦，还有一点就是有关有民间文学的气味，有民间文学的气味，我等下会举例甲大家讲。基本上是安尼，民间文学内底这文字的安排较无遐尔严格，而且讲故事大部分拢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讲的故事，所以伫白话字小说内底，咱会使看到有足侪作品，伊是照时间的顺序写了啦，而且有时阵虽然伊已经有小说的形体啊，但是你嘛是会感觉伊还是咧讲故事，所以咱会讲伊的设计较简单，有时阵这白话字小说内底，迄个作者伊会跳入小说内底讲话，所以民间文学是安尼啦。譬如讲我咧讲虎姑婆的故事，我可能讲到一半，我会家己跳出来讲一个我意见。所以早期的白话字的小说，有诶会有即款情形，就是写到一半，迄个作者家己跳出来讲话，
但是伊已经有一寡现代小说的基卡伫内底。咱即摆会使看一篇，我简单读互大家听，大家其实嘛会使家己来读看嘛迄个字若看会清楚，大家会使读。这是1919年欧小峰伊写的过年，刊伫台湾教育部的第2页。伊安尼写伊写讲，这是第一段。伊安尼写，伊讲街路点睛，敢若点睛的称谓，甲国旗的装塔，忽然有噼噼的声，四面的印，完全亲像战场的机关枪。这是什么时阵呢？就是新年的初一早。搁一条仔句，即对当出日光照着树叶，搁有淡薄风，就若显出伊的美丽。过年的景致有安尼，无怪叫做恭喜。过来，搁煞了。我这样粗体就表示讲，头前2段伊咧讲过年，但是伊到第2段，靠咱知影迄个放炮仔的声，伊是伫日头出来之前就放炮。但是搁刷来一段，则我用粗体的字，但是伊有一个弯翘，有一个转弯。这个转弯安怎讲呢？伊讲当地一个时家角有一块草厝，所以这个变化就是为这间草厝开始。你读到这个时阵，你知影迄个时间点是过年。即马作者引带你入来，看到迄街路甲边一间草厝。这间草厝安怎？伊讲这间草厝壁头拢落了，壁面一支一支通算，厝顶一海，对内面通分别天色。忽然有声对房内出，声细搁破彻，咧叫讲：“戏啊，我真要通负淡无暗瞒的互我。”所以读到这个时阵，你就发现讲，迄个作者有安排有一个赞处理遐，而且有对比出现。头前是讲五彩十色，足欢喜的过年，恭喜！乡强一间草厝出现，你入去到间草厝，你发现迄个有够善笑，有够可怜，搁伫遐画讲声细搁破彻，迄应该是一个病人，伊伫遐画讲我真要通负淡无暗瞒互我。所以你咧读这篇小说的时候，你已经知影讲，这作者有一个赞处，而且甲你写入去。为什么遮欢喜的过年有遮悲惨的故事？再来我让较济，让大家靠边。伊讲过几若日，有一个有一个青云人，衣冠整齐，目睭注神看草厝，家己讲：即间敢毋是管兄咧住？就大声叫：“阿兄，恁小弟儿啊，转来啦！”所以这篇小说写到遮，伊又阁是一个转弯。这个转弯是什么转弯？就是谈到迄个足可怜的迄个人，破病病人，因小弟叫做儿啊，伊转来啦。头前足可怜，一直到这儿啊转来。这个草厝
草厝其实就是这篇小说内底一个重要的符号，伊用来代表草厝外口足欢喜的过年，草厝内底足散车足可能去破病。吼，所以迄个草厝是一个重要符号甲重要场所。伫小说内底伊拢有写出来。好啊，即摆字啊转来啊，到上尾，这是上尾啊一段，出现一个人名叫阿静。上尾啊一段才做阿静。你若有安尼甲读落来，你就会知影讲，这阿静，就是一开始迄个草厝内底迄个破病人啦。因为阿静到尾因小弟阿义转来，有甲起一间新厝，嘛有甲伊病治好，所以阿静有甲大家请来入厝啊，入新厝，有讲什么？伊讲前日的过年毋是我的，今仔日正是我真正的过年。小说到这，后壁迄段字，我用楚的字来写，迄圣经的话，这是日本时代刊伫教会公务典馆的小说册出现的，就是讲头前是小说，上尾有一段圣经的话，所以我讲伊是宗教小说，而且大部分拢甲圣经关系。这一开始这个过年啊，伊就是用过年就是恭喜嘛，但是阿静一直到因小弟转来的时阵，才有法度甲伊的病治好，甲起一间新厝互伊，所以阿静讲前几日迄个过年毋是我的过年，即马才真正是我的过年，是我会当恭喜的时阵。后壁迄段圣经其实嘛是有意思的。圣经内底伊就讲，恁所拄着的刺，毋是人的相思，上帝是信实，无要互恁拄着刺过头，伫恁所会用，就是伫受气的时，要煞开拓出的路，互恁转会起。个人多前书，就是讲上帝甲你试验啦，但是未试过头啊。所以要讲的就是迄个阿静，伊拄着散车甲伊破病，是一种对信心的考验，但是即个考验未试过头，所以到尾还有一个转活，就是因小弟阿义啊转来。所以咱来看伫1919年的时阵，这篇小说虽然咱即摆咧讲现代小说，伊想要走一段圣经出来，现代小说较袂安尼嘛。但是咱会发现讲，伊内底包括伊的符号出现，伊转活的所在，伊故事的铺排，这其实拢已经有现代小说的一个关系伫遐，所以这是1919年。咱若再来继续看，像讲1925年，郭丁顺伊伫挂菜志顶悬又发表一篇小说，这是台语的第一篇中篇小说。这篇小说伊一开始用老爸来拍查某囝，但是无讲理由啦，伊的理由是甲后壁讲，所以像即款乌龙世道，一开始无甲你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即款写法伫迄当阵是一个创新，伫台语小说内底，这算是第一篇。还有伫即篇小说内底，因为是中篇小说，所以我就无读出来互大家听。内底有你读出来对比的所在，就讲
好嘢甲善车，贪心甲信主得救。伫小说内底冲突甲对比，伊拢有甲表现出来。尤其是因内底有一寡人，一开始是好好诶生理人，后来变做贪心，因为伤过贪心，所以变做善车人。变做善车人，到尾也个信主个得救。所以，这人诶个性诶转变，甲行为诶转变，伫小说内底拢有表现出来。所以，这嘛是为1925年一直到即马诶现代小说，咱拢看会到一种写法甲伊诶手路。伫1925年时，共款赖人生又出第一本诶台语诶小说，叫做《安妮目屎》。这毋是赖人生诶第一篇小说，但是是第一本出版诶台语小说。屏东诶青色社出版诶。过当当电启判，伊出另外一本小说。其实是两本，顶下册两本。1926年叫做《出西线》，这就是第一本长篇的台语的自传式小说。第启判写。所以我想要甲大家讲这，就是讲，其实白话字的小说研究的人较少。但是咱若实际甲看的时阵，咱会发现讲，其实用白话字写的这台语小说，伫日本时代，伫1919年到19几年到1930几年这段时间的台语小说，其实咱拢看会到，伊其实已经拢是内底有现代小说应该爱有的物件，伊的发展。其实咱知影白话字发展是为19世纪的尾期就开始发展啊。到这20世纪已经发展一段时间过啊。还有谈到袂记咧讲一篇1930年代，但灵通有一篇足底篇的小说叫做《找天使》。这篇非常非常短，所以是极短篇小说。这篇小说我想要特别提出来讲，因为伊规篇内底有3分之是老母甲囡仔咧讲话。即摆有一寡人，有一寡学者是研究者，因会认为讲对话修这小说毋是好的小说，但是其实无一定啊，因为咱知影赖和伊嘛有写过一篇小说叫做我袂记个名叫富户人的故事的款，伊一开始嘛是拢有对话咧表现啊。只要用对话咧表现，即摆的现代小说有的人嘛会调过用对话去表现。结果咱甲看伫1930年代白话字的台语小说，咱已经看到用对话咧表现小说内底人的情绪甲伊的行为的变化。咱其实伫即篇极短篇小说内底看到。因为伊是用对话来表现，所以咱会发现讲，伊的人物、伊的设计真立体，就是讲，这人伊的个性会当透过伊的对话来表现出来。而且伊的结论是由读者自然产生的，就是讲，伊无讲破，你甲规篇小说读了，自然你会产生讲。伊想要你爱产生什么款的结论？你甲读了，自然就有啊。自然头壳内底就会了解讲，这个作者伊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话。
但是这篇小说伊甲其他真侪白话字小说共款，伊拢有保留台湾民间文学关系，就是讲伊会有一寡诗来表现。像我这篇剧底片小说，伊起头有教会诗歌去学了耶稣，但是后壁都无讲到耶稣嘛，无讲到上帝，都无吼。但是即款呢，用一段诗歌来，可能应该拢是甲下骹要讲迄个小说有关的，这是保留民间文学的一个关系。但是伊真正写迄个小说的技术，伊其实就是现代小说的文学的技术，吼。所以讲到这，我就是要甲大家讲，就是讲，上无咱看到1920、1930年代时阵，台语的白话字小说已经咧起飞啊。但是呢，同一个时段，使用汉字的知识分子，因咧创啥？因咧玩新古文学，吼。咱甲对比者哦，用过年做背景的有偌好？1927年伫台湾民报顶馆又发表一篇文章，叫做《不如意的过年》。吼，咱通多看迄篇，1919年写过年，因两个背景拢是过年啊。同偌好内底有一个对比，就是日本警察。甲一般的台湾人，这是伊的对比，这篇过年内底对比，就是过年的欢喜，甲草厝内底散车去破病，伊是一个对比，当然除了这对比了以外，咱会当确定讲，亲像偌好，伊伫1927年，伊迄个时阵犹阁无多啥正版的台语。因为咱若真正去读不如的过年，你会发现讲，你用台语会足歹读的，会读无啥出来。但是你若要用即摆咱现代华文去读吼，嘛毋是遐尼好读。所以这个问题当然有可能在日本时代偌好啦，甲一寡知识分子因的问题吼。咱现代人无关系，总是咱来甲看，伊毋是正版的台语啊，因为无人会安尼讲话啦吼。你若甲1919年的过年去比较，你就会发现讲，这毋是正版的台语。另外一点上重要就是讲，你若甲即两篇用过年做背景的设定去讲的小说，你若做比较，你会发现。台语白话字的文学技术无输乎汉字的文学创作，所以为什么会当安尼比较？因为因其实时代差无偌济，一个用汉字，一个用白话字，所以咱会使甲摕来比较。即款比较，咱才会当看来讲，若做讲白话字的文学技术真正。甲汉字的文学技术有差，咱就伫共济时代，咱就看出来。但实际上，咱看到就是，其实因用文学技术差不多啦，拢共款啦。我头拄讲遐，什物对比啦，描述啦，迄个情景啦，啥货啦，其实拢差不多啦。所以，台语白字的文学技术，伊无输乎汉字的文学创作。这一个重点。还有一点，汉字的，咱讲汉字的现代小说，其实为这段时间，1930年代到34年，这时阵较济物件叫做台湾话文，因才开始咧试，看是不是会当用汉字去甲台湾话的白话写出来，
迄阵嘛有创作一寡小说出来，就讲蔡秋洞，还有偌河伊后来写一寡物件，还有一寡日本时代知识分子啊，因拢有试过这物件。好，总是我这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咱若要论台语小说的精髓，就是伊伫日本时代发展。咱若为白话字开始讲起，你若为汉字则开始讲起，其实就伤慢啊。其实咧白话字小说已经发展到有一个色黄的版式伫遐，汉字才当要起步，所以才小可一个结论互大家，就是讲，其实伫白话字小说开始发展进前，咱就已经有足侪民间故事啊，像讲头拄我讲的迄个日本人，伊收集到一大堆包括民间故事，这可能是伫白话字小说伊发展进前就已经拢有啊。所以这民间故事是会当互台语小说伊不易发展的背头吧。还有一点，就是我头拄仔讲，其实教会公布伊有一个足重要贡献，就是因内底文章透过翻译，透过互人去读，这语言使用的技术，若是用嘴讲的，尤其是用写的，伊会豆豆生出来，豆豆发展出来。所以咱看到差不多要到1920年到1920年以后，遐白话字小说其实就已经有一个色黄的版式，甚至就是讲早的超越遐用汉字来表达的台湾话本，早的比较。咱即摆拢讲迄个跑车，对不对？走去到底迄个汉字台湾话本才当要发展看袂到人的迄个敢看到伊穿迄个衣尔，所以这就是台湾的台语小说伊的精髓，咱为白话字开始来讲，好，安尼即摆。讲到台语小说的金星，就是跳一年。头拄仔讲1969年之前，我主要讲的拢是日本时代。即摆跳一坎足大坎，跳到1980年代以后，讲台语小说的金星。为什么一跳这大坎？因为其伫精髓甲金星，咱一般民间咧讲的，为精髓到金星的中间，要有一物件叫做中阴星。这中阴星的海外台文，海外台文当然有伊的一寡发展，但是这毋是我今日要讲的重点。但即摆讲到这1980年代以后，台语文学伊伫台湾顶头升，所以咱会使看做一个轮回啦。解验了头3篇的台语小说是1987年的这3篇，吴明雄、廖伟俊。甲吴景珠伊发表这3篇是有一个代表性伫遐，这3篇拄好拢差1个月发表，拢伫1987年。吴明雄发表的《花府看教》，我甲算伫小说，当然有的人看法无共，讲这篇是散文，好啦，我边讲甲算伫小说。
因为黑面熊伊家己嘛感觉即篇是小说，我着顺作者意，甲即篇算伫小说内底。即篇伊特殊就是海外台湾小说，用汉字。黑面上的台语书写全部拢是用汉字，到字嘛是共款。但是我爱替黑面上讲一句话，因为我本人我有问过伊，我讲你拢用汉字写，你对这罗马字的态度是安怎？其实伊感觉罗马字真好，会当甲一寡写会出物件写出来。但是为什么要用汉字呢？伊的回答是。的关系伊嘛老啊，袂赴二啊，因为伊确实年岁较大啊，所以伊虽然拢用汉字书写，但是咱毋通讲打一标啊，讲伊是啥物汉字派，毋是啦，其实就是希望讲台语的文学会当发展起来迄款人，而且后面上伊嘛参与足侪迄个。规个台语的文学运动、台语的运动，伊参与足侪好，所以伊的特殊性就是伊是海外。再来宋德来，宋德来这个名大家较知，若讲伊本名廖伟俊，大家可能较毋知。廖伟俊这边恐怖的打鸟市。伊嘛是用汉字书写，这篇嘛算是宋德来伊第一篇台语小说。再来单雷，美丽将脑拿，讲单雷大家较知影，讲伊的本名吴景如，大家较毋知。单雷这篇伊有一个重要性，就是伊算是第一篇。汉罗南写的台语小说，第一篇真正印出来是汉罗南写的台语小说，所以咱到遮，咱得发现讲，这台语小说伫过去主要的发展拢是伫白话字小说顶端，但是到这改严以后，主要台语小说伊生甲较早无共啊，白话字作少，100%拢白话字作少。基本上主流变做是汉字书写，无就是汉罗南写。咱甲看教会公报，咱嘛毋通袂记咧。伊伫1969年白话字，互国民党禁止进前。一直拢有咧使用，但是禁止了就无去啊嘛，即马改检嘛，所以伊伫即个时间点，大家会使记起来。1991年的2064期增加台湾专业，而且是增加4页，比即马佫较济哦。伊一开始是增加4页的台语版。但是伊已经毋是用纯白话字来书写，伊是用汉罗南写，所以你会咱到遮就会使发现，我头拄仔讲的，甲讲一遍。台语文学伊投胎转世，1980年代改严以后，伊变做汉罗南写为主啊。这个改头换面。面腔都无共款咯，主要是书写系统的改变。咱若看罗马字这边，咱会发现讲白话字当然阁有啦，但是这个时阵我这列出来这个是较侪人用的，包括现代文字法、通用拼音、托鲁巴，阁有这教育部台湾篇，这是罗马字本，汉字本其实罗马字本较有一个标准伫的，汉字本较无，因为汉字本到即马嘛是阁有一寡作者，伊就用伊欢喜的汉字，这无要紧，但是有一寡写作的人，伊就是
按照这教育部标准去使用汉字，汉二南伊无标准化，无标准化意思是啥物？就是讲到底对一个字要用汉字，对一个字要用罗马字，其实一直都无一个标准。所以你会看到有的作者伊罗马字用足济，有的作者伊汉字用足济，但是总共一句汉二南。就算你讲一字是罗马字，你嘛是汉二南，就迄个比例无共。好，所以轮回转世了，台语小说伊的面腔是规个改变咯。所以，但是面腔虽然改变，伊灵魂未改。灵魂是啥？台语是灵魂。台语小说咱通都有讲啊，文学的基础，伊是除了这灵魂以外，你需要腹内，嘛需要肌骨筋肉。其实我通都讲，迄个文字的表现，伊是皮肤尔，就是伊上外口迄层。所以到底是要用全汉字？因为台语小说，你讲10万字拢全汉字，敢有可能？有的人会讲无可能，但是有一个人，伊讲，你讲10万字拢用汉字无可能，我就写互你看。伊嘛确实用10万字拢用汉字写一本小说出来。这本小说叫啥？这本小说叫做《破地相思经》，林永敏先生写。伊认为汉字就会使啊，所以就真正写一个10几万字全部拢汉字的台语小说会使。10几万字，你若都要用白话字，敢会使？嘛是会使。所以我伫遮，我就是要甲大家讲，不管怎，你若讲伊是台语小说，台语就是灵魂，文字表现是伊的皮肤。但是除了这点，除了文字表现，除了皮肤无共款以外，阁有一点改验了台语小说，确实有甲1969年进前白话字小说有小可无共。一个前世时阵，白话字的台语小说差不多拢宗教小说，伊无离开宗教。若讲1930年代迄个汉字的台湾题材，伊较济款，但是伊数量少，而且有的人会认为讲伊的书写无法度讲是完全的白话。若毋是完全的白话，你就真歹讲伊是现代的台语小说，现代小说，因为伊无全部白话啊，但是伫今生上大不讲就是100%白话字台语小说已经真罕得有啊，足少。汉罗南的作品上济，但是我头拄有讲，嘛是有人坚持全部用汉字来写台本，所以汉字的台语小说是有，而且数量有一部分，上重要是下骹一点，小说的题材大头版，咱甲前世比起来，前世的白话字台语小说差不多拢甲宗教有关系，但是今生的台语小说已经毋是宗教小说为主，伊什么款的物件拢有。下骹我就要互大家来看，几个例互大家看。但是这其实嘛是足危险的一件代志，因为甲小说分类无共人会有无共款的分类方法，
所以这是我的分类，我的看法。别人无一定会同意。好，总共一个，我来讲我的看法。第一个，第一款题材叫做失眠甲反抗的题材。这款题材伫台语的小说内底，伊袂说是运命的符啊，搭伫遐，永远都有人去写。这无法度，因为台湾一直用失眠，所以这款的题材一直存在，一直到即马嘛是够人会写。咱来看第一篇1931年这情势，以其自杀不如杀敌，有足侪人讲过这篇的。当然有的人讲这篇的作者是黄石辉。但是伊个作品顶悬佫写一名叫苏德兴，所以我才拍3个 question mark 因为这到底作者是黄石辉还是苏德兴，这留互有兴趣的人去讨论。我总是就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这篇以其自杀不如杀敌，伊算是正式用汉字写台湾话本内底以失眠反抗为主体，一篇有代表性的小说。再来，咱来看金星有啥位？我这掠两个作家，一个是吴忠祥，一个是陈雷。吴忠祥2005年有一篇有一本小说集叫《庆声》，主要嘛是为228白色恐怖开始讲。陈雷先生，伊其实伊的写作足济，伊作品足济，但是我这掠两本册。一本是长篇小说《乡树宝记》，另外一本嘛是长篇小说《白色甘蔗园》。这本是2008年出版的，这本是2019年出版的。其实陈雷先生伊伫关心的拢是受压迫的人间的反抗，内底有失眠甲反抗，所以像这款的题材，其实毋但因两位作者，足侪人拢会写，这摆嘛毋是干那这，但是这款题材为日本时代一直到即马地位，前世人一直到即世台语小说，拢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重要类型，一直写。有一个类型是啥呢？咱来看，有一个类型的作品，虽然无济，但是嘛真趣味。有一个类型叫做现实历史个建构，叫做魔幻写实。魔幻写实咱会使为共款是汉字台湾话本小说，这蔡秋桐伊写对观众的秘书来讲，伊是一篇魔幻写实的上早。因为白话字的小说内底较找无安尼，所以我这是了台湾话本的小说来讲，伊算是魔幻写实上早的一篇。过来，宋德来这篇恐怖的打鸟市，这个打鸟市是咪即摆打鸟就是家己反正是嘛，反正毋是，伊会互你感觉反正是反正毋是内底发生的代志，到底是毋是？到底有真有假？还是拢是作者家己想出来？嘛无一定，所以这拢是魔幻写实的台语小说。到吴忠祥因2010年伊出版的《大港喙》，大港喙的背景可能是高雄，嘛可能毋是高雄，总是这名好起来，总算是高雄啦，就像宋德啊，这大鸟市伊这名好出来。咱嘛想讲大鸟的家己
但是到底是毋是咧讲家己，有兴趣的人会使出来读，才来讨论，来看后一个类型，后一个类型永远会成人的题材甲类型，后一个类型叫做爱情。这爱情小说，有的人会甲想对讲迄个英语讲romance，迄款的小说，但是无一定啦。我只叫做爱情小说，就是讲小说内底男女主角因的爱情的表现是正重要一部分，所以我就甲放伫爱情这类型，包括台语小说顶世人偌人生啊，车内的百合花，可爱修人，这我拢放伫爱情小说内底。当然，你要放伫宗教小说，伊当然是宗教小说，但是因为伊内底男女爱情嘛是一个足重要部分，所以我放伫爱情小说内底。陈明仁先生伊伫1998年写两篇，第一篇《海口故乡》甲《青春谣》，这两篇嘛拢是爱情小说。你要甲《海口故乡》这你要放伫几古内底，嘛是会使成立。这其实有时阵我讲这甲小说分类足危险的代志，就是讲除了人无一定同意你的分类，还有作者，像陈明仁先生，我若走伊面头前甲讲，你这篇爱情小说，我可能会为头壳搞歹落。因为有的作者因无爱人甲因的小说做分类啦，总是即款以爱情为主题，也是讲爱情是小说内底一个重要部分。即款的小说其实足济，台语小说足济。佫有啥物货？写台湾人、台湾书会写室内主义，即款小说嘛真济。为情世到即摆现代的台语小说嘛真济，像讲谈多我读互大家听迄篇吴小峰先生伊写过年，其实内底写迄个善下情形，其实就是非常写实的一个手路咧写。过年欢喜甲善下对比，拢是用一个写实主义的方式咧写。佫有像陈明仁先生的小说集《路树下的竹马仔》，第一篇小说集，佫有陈庆荣先生今年出版的这个第一篇小说集《走鸡》嘛是写实主义。陈庆荣先生除了伊是写实主义咧写以外，你若去甲问，伊会甲你讲，伊所有的小说拢是根据真实的代志落去改编，落去加一寡导游，加一寡盐，变做真实的，变做小说。所以伊是完全的写实主义。佫有啥物话？伫台语小说内底，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女性的小说。女性的小说其实咱伫台语小说前4人，咱就看会到。就讲1926年，这个地基盘先生伊写出死线，伊就是一个走入历史的女性，地基盘的老母。当然，伊内底有改名。但是伊其实的地基盘，因老母行入去这篇小说内底，是一个真重要人物。佫有1999年张聪敏先生伊的遗著，阿英啊，这篇伫网络顶会当找到伊的专门来读，伊的主人上重的人即阿英，
这位女性行过台湾经济发展的一段历史，用阿英做主角写出来女性行入历史的这个小说，有即马有足侪人写过论文讨论这个清文伫2002年的萨巴拉的滋味小说集，这本已经绝版了。已经绝版了，但是你会使看到有足侪论文讨论伊，还有王建文牧师伊的天才小说集，还有2016年林美丽老师伊写八国红之心小说集，这全部拢是用女性做主角来去书写的小说，内底嘛表现出一寡女性才有的特质，这毋是查甫人的小说会当看到的，这种是女性小说，所以咱台语小说其实女性小说是真侪的，佮无算少的，还有后壁即类，后壁即类是虾米货呢？后壁即类就是翻译小说，我头前有讲过，翻译会使互语文的表现，语文的使用愈来愈澎湃，所以咱台语的小说内底有真侪是即个翻译小说，咱伫台语小说的精细人其实已经看会到，就讲陈庆忠先生伊伫1925年伊就翻译圣诞歌，你想讲圣诞歌是虾米话？圣诞歌中部翻译叫做小气财神啊，即摆你来问即摆人，可能知影小气财神的人较济，知影圣诞歌的人较少。另外，1966年有一个笔名叫做克瑞星的人，伊有翻译一篇，这叫啥？无喜茶的查某囡仔，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所以伫1966年就有人翻译出来，台语的来到1997年的时阵，张正义先生伊有翻译2本，伊其实翻译2本，我才敢写一本尔。这本叫做《双语林肯团》，双语林肯团，张正义先生伊是台中的迄个台语读册会成员。为着要出版伊翻译的这台语册，佮特别用一个出版社叫双语出版社，过来跳来到2018年，李子武先生伊翻译《乌边散记》，曾惠平先生伊去2004年就已经翻译好，但是2021年才有人甲出版伊翻译的《囡仔王子》，所以为过去到今，其实台语的翻译的作品一直拢有，曾经有一个学者讲，伊咧讲。台湾话文为什么无法度发展的时阵，伊讲因为台湾话文伊的翻译作品伤少，所以语言的使用无够丰富。安尼，这位研究者、这位学者，其实伊是完全对白话字无了解，伊对白话字无完全无看过。其实。咱过去为白话字来看，翻译物件就讲足济啊！我头拄嘛有讲过，透过这个翻译作品伫教育公布顶悬刊出，佮互人读
所以台语的使用就变做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澎湃。因为咱透过翻译，咱会学到一寡新的用法，一寡新的思想，一寡咱原底毋知影的物件，这拢是透过翻译，所以翻译是足重要的一件代志。过来有一件物件是过去咱台语小说的顶世人还阁无发展出来，但是咱即世人的台语小说已经开始发展出来。这物件叫做这项物件叫做科幻小说，就是科学甲想象的结合。科幻小说，我这里两篇甲一本册，这两篇是2009年周华斌伊写阿爸的册桌啊，还有2012年刘承贤先生伊所写《泥球》，这两篇拢是我感觉拢算是真好的科幻小说。尤其是周华斌篇阿爸册到虽然是第一篇，但是呢，伊结合228白色恐怖日本时代甲现代，伊甲咱即马中文拢咧讲穿越，伊有迄个科幻的部分伫内底，所以即篇大家会当去出来看阿爸册到。还有最近才出版的欧中雄这是一下翻译好的机行翻译好的机行，伊当然毋是第一篇台语的科幻小说，但是伊有一个算是咱的路站牌、里程碑啦什么款的成就？伊是第一本长篇的台语的科幻小说，第一本长篇的台语的科幻小说，所以有时阵像这款物件，你要做第一，你来去思考过去是毋是也有人做过，也无像因为台语小说咯，毋若是台语小说啦。中文也好啦，英语也好啦，其实写长篇的人拢较少，因为第一篇好掌握长篇有时阵无好掌握，所以长篇小说台语的长篇小说其实需要搁较侪人愿意去写甲台语的长篇小说发展出来。这物件就是科幻小说，就是咱过去伫台语小说顶世人还阁无看到这样文类，但是伫即摆咱已经会使看到台语的科幻小说。阁有一项我则无咧带，因为实在伤少，目前为止我看到一篇尔，这就是台语的探侦小说，中文叫侦探小说啦。顶世人台语小说的顶世人无侦探小说，台语小说的即世人探侦小说嘛，还阁有够少，所以这拢是有心愿意去写台语小说的人，会使阁继续去试、去开发的一寡人，还阁还袂写，你紧写。上好写长篇的，安尼你就是第一名。所以这样一句话，我要甲大家讲，即摆的台语小说的金星到底啥？这是台语小说五花杂七上赢的时代。当伫台语小说的顶世人。咱毋捌看过
台语小说有这样多元、这样澎湃的表现？无，但是即马即世人咱看的，所以这是台语小说上好的时代。但是呢，这判着字，这是要甲大家讲，即马嘛是台语小说继续发展上艰难的时代。因为咱知影讲，台语小说到即马已经是，台语小说发展了真好，但是台语已经是开始落册啊。所以这是台语小说上好的时代嘛，是台语小说上艰难的时代。好，想要一点我做一个结论，小说是极复杂的创作分类，内底包括语言使用的技术，上重要，因为咱是台语小说，上重要的，有台语使用的技术嘛，包括伫内底。台语小说的发展，伊就是为讲故事一直到写小说的发展。这发展大概就是为民间故事到长篇叙事，一直到小说安尼一路来发展。到即马下过海外的中音声，到即马变做台语小说多元发展。我对台语小说的未来有3愿望，希望当时就是大家拢搁去试无共形体、无共类的台语小说，混看，甲台语小说的面向，搁甲混看，搁较济人投入，搁较济人写，搁有创新。我头都有讲过，甲小说分类其实是作家足无爱，上好你有法度创新，写一个台语小说是完全无法度分类，也是人会讨论，这到对面的分类。希望将来有这款的台语小说出现。好，我今仔甲大家分享的台语小说为个当世人一直到即世人，我要讲的大概就是讲到这。咱剩的阁有一寡时间，大家若有一寡问题，使来提出来，咱大家来讨论。好，咱非常多谢伟兴先生吼，非常精彩的分享。有关台语小说的精髓甲精神，欢迎大家若有任何问题，咱会甲时间开放予大家，大家拢会使小想看卖会使伫 YouTube 遮会使用拍字的吼。安尼咱伫甲时间交互大家进前，我则先咱嘛互伟兴先生先休喘一下，我则先简单做一个咱活动的宣传。好大家平安吼！咱即马大家来参加的是2021咱台湾文学的系列讲座啦。这系列的讲座是由咱台湾博览会打到台语开讲社，佮有高雄文学馆所联合主办的。主要就是要带大家来去了解咱台湾人非常青分的台湾文学、台语文学啊。伫咧2021年，咱就准备一档4季4大主题这季是最后一季咱来讲的是，请伟兴先生来替咱讲这个台语文学的发展3场为今仔这场是讲迄个台语小说的精髓甲精神刷落来咧，咱伫咧咱这季嘛后个月最后一场所以咱伫咧2022年，咱嘛有预定啦，想要搁规划咱系列的讲座嘛。欢迎大家若有任何有趣味
有想要听到什么款的主题，甲咱台语文学相关的，拢非常欢迎吼，会使提供互阮，会使伫 YouTube 留话，也是讲会使个，若有想到会使寄配互阮。好，阮是大高台语开讲社，这是阮逐个月拢固定有咧办理的活动。咱除了讲座、开讲会，也是台文博览会，也是线顶的 YouTube 节目台语小酒问，也是像讲明仔载咱嘛有迄个专门的台文的读册会啦。咱咧即马咧读拄则嘛有讲到即个单位先生的即个乡土宝记，咱嘛有即种实体来听台语囡仔歌的活动。若有趣味的，拢会使伫 Facebook 敲找咱的社团，或者打到台语开讲社。也是像咱文学系列的讲座啊，咱的影片嘛，全部拢伫网络顶观找得到吼。咱伫咧咱 YouTube， 咱啊 search 即个台文博览会，嘛会使看到咱包括即场，也是顶一场咱魏信先生咱所讲的即个台语文学的主题啊，非常欢迎大家甲阮支持。好，安尼刷落来我看咱现场遮敢有啥物问题？遮有一个问题吼，遮现场遮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讲，敢会当讲一个，敢会当请即个魏先生讲一个，就是即个文学奖甲台语小说创作的关系。这个问题哦，这个问题是个足大的问题啦。我基本上我的看法是安尼啊，因为文学奖吼，拢是一个咱看了文学奖的作品，拢会想讲，迄个物件应该是会当做一个模范。大概想讲，应该拢写啊介好，才当得奖啊。毋过实际上，因即个台语文学奖出来的作品伊无一定是遮尔好的作品。我坦白讲是安尼啊。像我头拄咧演讲的时阵，迄个互大家看迄篇其实我大家看，迄算是问题较少的一部分。伊内部的问题，那真正去读的时阵，你会发现讲，迄应该是一个惯系使用中文的人写一篇台语的小说。迄个我到尾有看了迄个作者家己的感想，因为摕到迄个奖，所以有写伊的感想。我到尾有看了，伊讲伊是外省第2代，感谢评审互伊即个机会，互伊会当摕到台语的小说奖。我听到这，我看到这，我就昏倒啊！我真正昏倒。你要讲鼓励，嘛毋是安尼鼓励啦，伊愿意写真好，问题是写出来物件人会学。若毋是遐尔好的台语小说，你写出来品质毋是遐尔好的时阵，你实在是无应该互迄个奖，你个鼓励就好。所以我感觉，若问我这个问题，我感觉目前我是无法度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会感觉讲，文学奖最注重的，就是伊的品质。这品质什么人会掌握？就是评审，评审来掌握。我家己我的看法就是，你若是台语小说，你第一个爱通过就是台语，台语通过了有60分，才来讨论小说的品质。这是我家己的看法。其他的评审，伊若是感觉讲，因为我头拄有讲啊，小说的技术甲小说的内容，其实你不管用什么款的语言来写，拢共款。所以有伊会当差，有有差别的，有伊会使讨论。但是台语的本身啊，你若无甲台语的本身放入去你的评审内底，你干那要讨论这个小说好啊歹，
安尼其实对台语的伤害足大，吼。所以我会感觉讲，台语小说着种的作品，其实大家爱尽量，迄个若毋是安尼好，大家爱尽量出来批评。啊无吼，这若吼继续安尼落去吼，对台语的伤害实在是有够大。诶，好，多谢伟贤兄吼。安尼咱看咱现场阁敢有其他问题？啊，无问题，我遮阁放送一个吼，咱后一场啦，咱后一场的讲座啦，咱即系咧最后一场，咱嘛是伟贤兄要来甲咱主讲吼。啊，咱的主题是即个包裹甲新诗的对话啦。啊，时间是伫咧12月初五，12月初五下晡的2点到4点。啊，嘛共款是线顶吼，嘛共款伫线顶。啊嘛欢迎大家使先报名。啊，若有收到即个即个连结。迄个报名通知批啊，就是咱即张讲座报名通知批内底伫咧内底拢已经开始有开放，会使报名12月初五即场活动啊，啊嘛非常欢迎大家会使来报名。遮有一个迄个迄个卢凯老师讲，即个拄啊有讲到即个牛三壁哦，敢是？伊讲这是三倍啦。即两衫的衫啦，毋是迄个，可能应该毋是即个山哦，敢是？即个我无确定。所以讲，伊讲有时英台叫伊三哥，对。所以是即两衫的衫哟。这我得看一寡写作了，看是安怎写。我即摆无确定。好，努力。好，安尼好，安尼今仔大家若无虾米问题，咱就非常感谢咱伟英兄今仔日个分享啦。咱后一场的报名吼，后一场的报名嘛，欢迎大家拢会使来过来听咱后一场。好，安尼咱今仔日就先到遮。好，非常感谢，多谢伟英。好，再会。再会。